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爱甲心肝底依背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切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。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开腔，因为我知影，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着淡薄感慨，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啊，你想啦，小姐，你定定坐我的台吼。爸，喝多了，不要急。闪啦！是这样，今仔我留档来吼，甲你买千场吼，你陪我慢慢啊啉啦。闪啦，来啊！你来牵走了，妈，妈，哦，搞破酒哦，叫你头家出来，我留档的呢。妈，爸啉烧酒醉，你莫插伊啦。妈，赵立伟，你竟然啊当作是酒店查某，你敢袂想过我事？哎，妈，这个小姐我不会态度那差啦，你不要搬回来了。面小吃一个，会较爽快。啊，时间啊，多谢你啊。啉小茶了，会较好。爸，你免甲我说多谢啦，这声你代志大条啊啦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袂记啊？今仔日是你甲妈结婚25周年的纪念日，啊，你啉到醉茫茫转来，而且吼，佮将妈当作是酒店的小姐。哎呦，我哪醉到安尼离谱啦！啊，我看你吼，进去楼顶甲妈下失礼啦。真正去找伊讲啥拢无效啊啦！爸，你若是歹势吼，要就无我甲你斗阵去哩啦。你知影妈的个性啊，伊是吃软不吃硬啊。免啦，这个代志我家己一个人去就好啦。阿芬啊，你莫阁生气啊啦！我都已经甲你回失礼啊。你心内若是无我，你下一摆的失礼嘛无路用。阿芬啊，你是我的家后，我心内较会无你啦。你敢安尼讲啦？你心内若有是我，是安怎今仔日这重要日子你去放袂记？已经有个性提醒你。
每一年的今仔日，咱三个人拢会斗阵食饭庆祝。是的啦，这阵我想过无用煞放袂记是啦。敢是安尼？因为课前目的啊，你连嫁一你嘛唔愿嫁心，你知影无？我一个人面对几屉刀的饭菜，无人陪我，迄种感觉足歹的呢。我即摆唔但无后生啊，我连后生嘛无去啊啦！这种日子对我来讲，还有啥物意义？还有啥物意义啊？阿芬啊，你莫阁伤心啊啦！我保证这个代志以后袂阁再发生啊啦。这种日子，我无法度继续过了。阿芬啊，你是要对啦？我要回来下港，我要回去甲妈妈住。阿芬啊，你莫安尼好无？无我，你毋是过了较好？阿芬，我知影讲，我这阵仔较无用，无注意到你的心情啦。但是你敢知影讲，我安尼无眠无日咧拼势，我是为着啥物？为着啥物？你嘛是为着公司的业务，赚搁较侪钱啊！对啦，我承认啦，我是想要赚搁较侪钱啦。但是我赚钱是要为啥物？当然嘛是要为着你。真是，你以为你是为着我？你真是为着我？当然嘛真实的。自从咱为了后生过身了后，我规个人敢若空壳的呢。有一阵仔我家己都唔知影要安怎去过了。是家姐有你这个好家后来支持我，我才会当度过这段期间呢。歹势啦，我无关心到你的心情。阿文啊，来，咱两个老翁老母啊啦，莫安尼歹势来歹势去啊！我知影讲，我这阵仔专心伫我的工课，才无注意到你。但是我遮尔拼实咧做工课，除了转移心情以外，上主要我是希望讲咱会当过更较好的日子。后半世人，我的家后会当大富大贵，会当无烦无恼呢。你以为我不会大富大贵？我只要会当跟你斗阵，我就足满足。你答应我，莫遐尔忝。你身体若是不歹去，是要安怎？你闲遐代志，交代我自己去处理就好啊，对无？袂用一啦。是安怎袂用劲？至今是咱的客囝呢，这个囡仔阁遮尔乖，遮尔友好，伊袂互你失望的啦。就算咱甲志坚佮安怎亲，伊到底毋是咱亲生的，伊是一个外人呢。真侪代志，我也是无放心交互伊啦。俊华，咱去看下迄个地吼，确实年份啊非常适合哦，咱这度假村的建会用地啦。啊，你都要密切注意迄个地主的情形哦。哦，我会啦。阿姐啊，阿姐啊，副总，阿姐，歹势啦，啊拍断恁的开会，董事长，我有足着急的代志吼，要向你报告呢。你慢慢讲，我先出来去。是的。啊，俊华毋是外人啊，你有啥物代志就做你讲出来啊，无定定俊华嘛会当甲咱提一寡好的意见啊。这。这毋是当张俊华的面头前，互我下马威，啊，这实在有够过分的。啊，
你搁徛喺遐，你毋是讲有啥物紧急的代志？来，坐你讲，坐你讲。我听讲吼，环石建设吼真介意我看到迄块土地呢，啊，若互因先去甲地主讲成啊，安尼彼岸的说明会，因就稳赢呢。董事长，啊你这个代志吼，唔免互你烦恼啦。俊华，你将咱去看土地的情形吼，讲互长生听。哦，代志是安尼啦。昨我有甲董事长去看迄块地，拄仔去拄着地主，伊嘛有提起着潘少要去录定金的代志，也毋过地主无答应，还搁咧考虑。哦，是安尼吼。即摆上重要的就是讲吼，伫即个彼岸大会的当天，啥物人提出来案上有利益，啥物人就较有赢面啦。对啦，过几工啊吼，就要开说明会啊，唔知影张经理的客户案准备甲安怎？俊华，你写好啊未？我2工前就写好。张经理的企划案，董事长跟我是非常的期待哦。俊华，我相信你的客户案一定写得真完整，紧去摕来大家研究一下。好，我即摆来摕。俊华，你是咧找啥？找到遮着急？迄阮度假村的客户还无去啊？哪会安尼？你办公室内底的物件无人敢叮当啊？我你斗找好无？无要紧啦，我电脑内面有备份，应该找得到。哪会安尼？是安怎？我的档案被人家杀掉了。不会吧？我来甲董事长报告。这要哪有可能啦？大卡川的客户案，咱也无张无当去互放弃啦。你是有早来公司无？还是还搁囥伫恁兜？我会记得我有早来啊。你是无做吼，交袂出来，规气吼就讲无去啊啦哈。董事长，迄份客户案我确实做好啊，我毋但有甲列印出来，还搁伫咧电脑内面存档案啊。安尼就简单，你就对电脑内底佫印出来就好啊。哎呦，问题就出伫咧，即摆连电脑内面档案嘛无去啊。张经理，无遐尔拄啊好吧？我相信哦，俊华绝对袂讲无写这个客户案，绝对袂讲吼无细力去互放弃啦。照我看吼，咱公司的内面，敢会有商业间谍？毋管哪有做过，总讲一句吼，今仔日无看到物件就是事实啦。张经理啊，你敢毋知影吼，这个 case 对咱公司的重要性吗？像这种工作态度甲办事的能力啦，以后阮公司吼哪敢来这重要的 case 吼交好你啦。好啊好啊好啊，莫搁讲这个啦。这客户案放弃的代志吼，以后再搁讲啊，我会详细调查啦。即摆目前上重要就是讲吼，看要安怎来应付这说明会啦。你问我加班，不管安怎，我一定要做一份客户案出来。即摆时间遮尔紧急啊，你家己一个人，你敢做会出来？董事长，阿叔啊，我之前嘛做一份客户案呐，既然张经理的客户案摕袂出来，无摕我迄份出去比价啦，哈。你的客户案哦，迄就是有缺点啦。我毋知会叫张经理哦，搁设计一份。搁你讲你的客户案，哼，张君华，既然我也是遮尔听你啦，我煞要看卖哦，你踮咧遮尔短的时间是要安怎去完成一份客户案？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董事长，这是你要提的资料。
董事长，我有办法啦，我保证一天内一定做得出来。啊？只要你秘书甲我斗相共。安尼上好。心兰，你感觉安怎？我袂用的啦，我啥物拢袂晓。之前我咧做客户的时阵，你有我袂少意见啊。一寡资料嘛是你替我整理的，即嘛我更较需要你的斗相共。心兰，李秘书啊，咱公司即摆需要这份客户啊，去参加大厦村的比价说明会。我希望你踮在公司的立场上来协助张经理，在上短的期间内，赶紧来完成这个客户案。是，董事长。多谢你。你看，今天有好看无？要送我哦？你咧水面。你又无甲我讲要送后啥，我要安怎互你意见？我替阮干爹拣的啦，伊伤过无用哦，连甲阮干妈的结婚纪念日拢袂记的，所以哦，我要替伊补送礼物。较早讲的嘛。比基尼啥款？神经病，囥倒转去啦，替我拣衫啦。一点仔幽默感拢无。哎，要送互阿姨的衫哦。哎，我感觉真正真适合呢。你看。今日袂歹看呢。有啊。我相信你会眼光，我看你替我拣好啊。好，那安尼我就全权做主。会用啊，为伫位头到尾吼，所有拢做有地用的啊。无问题。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今仔敢有较大领的？我看卖哈。你稍等下，我来摕好你。，谢谢。哇，好舒服哦！哎，这难得呢，你今日出来无遐散步，我阁就是讲，你会着急要转去公司咧。看起来，我以前将家己当作是刘志坚。你是安怎啦？拄则你咧买礼物的时阵，我就感觉你怪怪。无啥，是突然领悟到吼，不管我搁安怎做，安怎拍拼，永远都无可能真正代替客谦。因为我姓陈，毋是姓老。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我只是感觉，即马应该做我家己才对。这几年我都爱老家，不知不觉拢迷失自己。你敢袂记得我较早甲你讲过，你要替客谦去友好刘叔甲阿姨，是一件真好的代志。也毋过日子若久，别人安怎看你，也阁上重要是你安怎看你家己。伫迄款环境内底，要认清家己的身份，其实真困难。所以啊，我决定要做回我自己，为我自己而活。我毋知影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，也毋过我真是真欢喜看到你的态度有遮尔大的转变。那安尼，不管我做什么决定，你一定拢会支持我吼。那是当然啊，陈志坚，咱是在遮尔久啊呢，这就讲哦。安尼，你嘛希望我会当成功吼？你是咧讲什么啦？我当然希望你会成功啊。来，你知影我无论如何吼，拢一定要将新兰老家富贵迄块地甲买落来。所以，你甲我斗相共，为公司挪用一笔公款出来，好无？你即马到底是咧讲啥？你要我挪用公款？安尼食官司坐监呢？
你是我上好的朋友，我免有可能互你去坐家啦。搁再讲，只是暂时挪用尔，我无讲无爱行啊。你放心好啊，假使讲到时有哪有代志，我会负责。苏玲，苏玲，苏玲，我袂用安尼做，我才拄啊到公司无偌久，你就要我做这款代志，到时阵你听我讲，你毋是做袂到，你只是无愿意做尔。志坚，莫逼我做这款代志，好无？我毋是咧逼你，我只是咧甲你讲，今麦这个关键时刻，你若无甲我斗相共，我就无法度做陈志坚，无法度做回我自己。我实在听无你到底咧讲什么呢？我要利用这摆机会，让干爹知影，我毋是伊手上的一颗棋子。我有能力开拓比伊更较有格局的事业。我要让伊知影，我比伊后生更较强100倍、1000倍。我要让伊恨不得我就是伊的亲生儿子。苏玲，这摆你也甲我斗相共，我的将来就靠你啊！我讲的，咱是一世人的好朋友。苏玲，你一定要甲我斗相共。搁互我一点仔时间，互我想看卖好无？开工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苏玲，小款，我甲你讲的代志，可能要小款。之前我毋是已经甲你讲过啊，搁互我一点仔时间想看卖。苏玲，袂用的，我袂用搁等落去，搁等落去机会就无去啊啦。苏玲，之前你莫互我歹做好不好？你安尼我实在，我真是，哎。我无互你歹做，你会记？你甲我讲过，我决定的代志，你就一定支持我。这件代志，你一定要甲我斗相共。苏玲，我的未来拢伫你的手头的呢。哎，
我知影，也毋过，这笔钱毋是小数目呢，到时阵若去互发现是要安怎？我知影这笔钱并毋是小数目，也毋过，这件代志只有靠你尔，苏玲。苏玲，我不管，你一定要跟我斗相共，这一摆的机会对我来讲实在最重要的。子谦，苏玲啊，爸，刘叔，恁两个是咧讲啥物秘密？一看到我就这么紧张。爸，今日这么早就下班了。嗨，为着要补偿吼，昨我袂记得我甲恁妈妈的结婚纪念日，我有答应伊，要买礼物送伊啦，而且较早登去的，要做伙来无？袂用啦，我约一个客户要开会，而且时间差不多啊，所以我一定要来去。哦，再见哈。来，刘叔，那安尼我嘛要来找。现在，这阵我工作有顺利无？有啊，无问题吼。无问题。真是咧。那安尼，再见。李先生，你这相片是对倒来？某大公司的经理走入去找便所，还阁调戏未成年少女。无这代志啊，我是去互陷害啦。这个世界就是安尼，看报纸的人永远唔知影真相，尤其是这种桃色新闻。李先生，你今日找阮来，应该毋是讲为了这件代志啊？哦，这是迄相片的底片，我已经向报社甲买落。好啦，李先生，这底片偌济钱？你开一个数目。你掠准我是来做生意的，我不爱钱，我要人。要人？有一间跨国公司真欣赏黄经理的人才，希望你会当参加。无可能，我袂过去。黄经理，你也无听我所讲的条件，我予你的薪水是即摆的3倍，而且分红的条件，啥物条件拢同款，我绝对无可能过。李先生，这底片偌济钱，你开一个数目。黄经理有样忠心耿耿，配合。这底片都送你。你送互阮？无啊，我即摆到底是安怎？是啊，李先生，你这啥物意思？我敢若希望会当甲黄经理做一个朋友。本度假村的特色在于结合环境保育观念，并能促进地方繁荣。哦，我刷落来是要接啥？想袂起来咧。资源再生。哦。好啊啦，你莫阁聊啊啦，阁聊吼会变秃头呢。变做秃头若想会起来，我嘛甘愿啊。你莫后白乱讲，啊少年就变秃头啊，小心交无女朋友。你是毋是要我看这张图？是啊，这完全吼是照你的意思，我做图面变更，你看会用无？你想去欠遐啦？我有注意到，你入来公司了后，伫咧基础图面甲 CAD 拢真有研究。那照我咧看吼，你已经有专业的水准啊哦。我看免偌久，我就互你干掉当肥料咯。你莫滚酸笑啊啦！我真确定你讲这个话吼，是要互我欢喜。我无白讲乌路的哦。来，这个所在吼，做一点仔小改，就会变啊搁较好啊。你看觅。哇，你迄支三角尺是毋是有啥物魔力哈？奈互你改了，规个拢无共款。你敢唔介意这支三角尺？送你啊。袂用的，你嘛要用啊？哎呀，袂要紧啦。这支三角尺吼，是我念大一的时阵，阮教授送我的啦。迄个时阵我的平面设计图安那画都画袂好，也毋过奇怪哦，用这支笑了就顺哦。哇，这支笑这么有纪念价值，你真是敢送我？免来唔甘，你对平面的设计这么有兴趣，送互你嘛算讲是一种传承啊。多谢，
也毋过我感觉这支三条尺的魔力，就是伊会互使用的人真有自信。我看到吼是当作是教授对我的爱心啦。想起来嘛真趣味，一支仔囝的三角池会当引发咱遮尔啊多的想法。凡说这就是人咧讲的，为无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代志，会有完全无同的结果。嘛对，就亲像一个气角的杯啊，若是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伊嘛是圆满的啊。嘿啊，就敢若吼用公里去计算，一只镜头啊，你嘛感觉伊真大啊，也毋过用公分去计算，佫敢若真细。所以一切吼，拢爱看咱为什么角度去看代志啊。我了解你讲的，就是代志的本质是袂变的，就看咱人用什么角度去衡量。嘿，算你巧哦，看会开的人吼，就算讲一点仔快乐的代志，伊嘛会当无限扩大呢。较准若拄着不愉快的代志吼，只要莫想过情绪化，不愉快轻轻就让渡过啊，对无？就亲像咱即马咧熬夜加班共款，虽然真辛苦，也毋过咱知影明仔载结果会真完美。安尼所有辛苦付出的代价，拢总有价值咧。吼，一想到我就兴奋的呢。也毋过吼，袂用个欢喜过头，我腹肚咧枵呢。免惊，有泡面啊。麻烦你咯。我一定爱有钱，我一定要将迄块地买落来，为新兰重建坚固的家。先生，你家坐哦，我敢会使坐你边啊？先生，你贵姓啊？哎呀，我有讲你会使坐落来上。你这个人是安怎汉人无风度？我唔捌，我嘛无想要捌你，谁人爱有风度？大家拢是出来外面佚佗的，你是咧晓摆啥？哼！喂，喂，进来，是我。志坚啊，我。你莫讲话，你电话讲着，我有足多话以前都想要甲你讲，我足无简单，才鼓起勇气要甲你讲。我应该甲志坚讲，我毋是新兰，也毋过，我阁足想要听看卖啊，伊想要对新兰讲啥物。两位虽然到顶大海，你从来都唔捌正眼看过我。每一摆为着要让你快乐，互你当去课前有较侪时间斗阵，什么代志拢是我担的。你敢唔知我心内咧想啥？我想要将你去抢过。以前课前伫的时阵，我永远比袂过伊。今麦课前走啊，你会目睭来爱惜无我。我到底是倒样唔好？你甲我讲。你甲我讲啊！啊！你甲我讲，你甲我讲。志坚，你总算讲出来，你介意新兰，你自细汉就介意，佮讲啥物要替课前照顾新兰，你是安怎要安尼折磨家己？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。袂当将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卡西里，来，这边，卡西里哦。哎呀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你足好，我就知影你袂唔插我。进来。紧甲我讲，恁兜伫咧倒位啦？我无爱转去啦，迄毋是阮兜，我无爱转去啦。哎呀，志坚，你较注意啦！来，卡西里哦。
势你，来。歹势哦，我煞困去。哎，不要紧啦，剩下我来做就好啊。迄免哪会用的啦，我来洗一下面。哦。进来，你对我上好。这是倒啊？我跟你讲啊，我无要转去啊，我无爱转去啊。哎呦，你哪安尼啦？你有够重的呀！来，较顺利哦，这倒落去。我要啉水，我要啉水啊！水哦，水在。哦，水。实在是吼，袂晓啉，搁啉遐尼多，想拢无。来，水，来，紧起来。哎呦，水，紧来。啉较慢的啦。这是倒啊？啊？之前你烧酒醉啊，我唔知带你来遮休困。来，你伫遮困吼，好好困哦。来，你要去倒？志杰，你莫走。志杰，哎，志杰，你莫走啦！放开啦！我求你，你莫走，我求你。心爱，我知影你袂丢下我，对无？你一定袂丢下我，对无？心兰，心兰，我就知影你袂丢下我。志杰，你放开！你莫安尼好无？志杰，我袂放。你给我放开啦！我唔放，我永远拢袂放开啊！你是我的，放开啦！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真心对待，不应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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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家人讲，予你知，阮对你深深的爱。安怎了？不要紧无？你下嘴也不中用咧，才一暗无困尔，都变啊敢若机动员共款。哦，暗棍仔滚电扣扣，敢若石头共款。哎，你看，都敢若安尼啦，敢若无食油诶，洗袂叮当。好啊啦，来，你来遮，坐咧。啊。放较轻松的哦。嗯。目睭起起来。即马吼，你着互你的头壳，先冷静一下，啥物代志呢，拢莫想哦。安怎？你要甲我施展啥物魔法？来，安尼用无？
有较好无？好，小仙女的魔法果然有效呢。我今嘛是如沐春风，舒服的不得了。哎呦，你就讨厌呢，搁咧耍嘴皮子啊！人家对你较好一个，你就开始得寸进尺。当然知影安尼吼，我就不爱跟你斗阵加班啊。哎，先来莫生气啦。我是本身就有到结婚啊，你莫介意。我找你斗相共，真正无别项目的。我会尊重你，我袂强迫你接受我。我知影啦，你放心，你会做人我了解。我就惊你搁误会我，刷落来，搁离我远远闪我，大家连朋友都做袂成。你放心，我袂搁再钻牛角尖了。既然快乐甲痛苦，拢有伊各自衡量的角度，那安尼就一切顺其自然。拢是你的三角尺理论，总算互我行出来。三角尺理论。想袂到一支仔囝的三角尺会通解开你的心结。对啊，迄支三角尺哦，真是足好用的。你要6点啊呢？咱今日要甲工课做好了，啊，无会袂赴。好，马上行动，哈！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你真是哪？哎，早起公司还阁开会，我会去公司准备一寡资料。你豆豆来无要紧，看我干嘛无要紧，我会甲干爹讲。我先来去哦，晚点见。志坚，昨暗咱发生的代志，你免藏伫心肝内，我袂爱你负责任。我真清楚，昨暗你甲我当作是心内，也毋过袂要紧，我袂怪你。而且咱大家拢是成年人，我家己嘛甘愿做这款代志。后摆咱就当做这件代志毋捌发生过，莫阁讲啊。安尼你就毋免迷我，咱两个永远拢是好朋友，好无？秀玲，是嘞。是我解释，我不应该啉遐多酒，拢是我唔好。我不应该起酒痟，这一切拢是我唔好，你原谅我。这件代志，我会负责到底。志坚。苏丽，我唔是无负责任的人。发生这款代志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。你免对我讲这款话，就算你只是为着要安慰我，才讲这个话，我会更较艰苦。
我讲真实的，我知影你对我足好，我哪有可能遐尼将这款代志当作无发生，根本无要插你咧。厝内底就订报纸啊！你搁买到遮尔侪报纸，是要创啥？莫问遐济啦，今仔甲我斗找啦。啊是要找啥啦？啊，找啥物你毋知？啊，就迄桩代志啦，较紧的啦。遮无，遮嘛无，拢无呢。想会到，迄利息是可不了讲信用。诶，啊伊无要甲你提钱，就替你甲代志拢解决好势。一开始哦，我搁咧怀疑讲是伊咧变鬼的，即摆咧看起来，我就放心啊。是讲，迄个李先生是安那要甲你斗相共？可能是吼，要叫我过因公司，才对我遮尔好。你认为的？你想啦，这件代志若换做是恁党的刘立伟，伊敢会安尼甲你斗相共？换做是伊啊，我就叫名啊臭头去啊。就是啊，迄若是我吼，甘愿去对迄个李老板。那虚欢喜黑欢喜，你是讲对对去啊？我要上班啊！啊，人讲的本来就是正实的咩？迄若是有一个头家吼对我遮尔好，我一定会对伊做始终的。好啊啦，莫搁讲啊啦。你是有想看卖啊讲，到底是啥物人会安尼甲你对无？你也毋是啥物大人物，嘛无啥物新闻性。我感觉记者吼袂安尼无缘无故吼，就甲你跟拍啦。你上好是想看卖，你是毋是有甲人结啥物冤仇？等我会当甲啥物人结啥物冤仇啦？不过吼，你讲的嘛是有淡薄仔道理。这整个的事件吼，我嘛感觉足奇怪。敢讲甲杜家俊咧开发案有关系？有对手要破坏阮公司的名誉？无论安怎，你家己着爱较细意的。无等下吼，我再叫法呢详细甲调查清楚。我看吼，你上好是连你身躯边的人，嘛爱细意提防啦。除了我以外啦。副总，你爱物件？你无伫啥人看着？无啦，你放心，伊一直伫咧办公室内底，拢无出来。我即马去找地主啦。啊，若董事长问起来吼，哎呦，副总，你毋免交代啦，我会甲你安看。我想哦，张俊华的客话吼一定交袂出来啦。我即马吼先下手为强，来土地买起来。到时阵咧说明会上，反败为胜，来 case 摕落来。有下就知影吼我的重要性。副总，你想甲足周到的。即马吼，咱是坐同一只船仔的人啦。你等我的好消息哦。俊华，你这个新的客户案，敢若有一寡修改哦。是啦，昨暗暝我甲新兰讨论出一寡新的想法，我感觉袂歹，所以就甲加入去。毋知董事长的意思安怎？我也是感觉真好啦，是讲这个土地配置的问题吼，爱搁问长生的意见啦。啊，长生哪会无甲恁入来？我有问美德姐，伊讲副总今日有代志，所以可能袂入来公司。还是搁走去倒位啊啦哈？啊，心兰啊，小等吼，这个客案摕去互美德，叫伊送去互长生看。若看了无问题的时阵哦，就照安尼定案。好。啊，对啦，昨暗恁安尼无闲规暗吼，嘛真忝啊。今日休假一天啊，等去好好休困。哦，毋免啦，我阁会当的。少年人吼，毋好伤过赌强，趁即阵吼会当休困，赶紧的精神养护好。过2天后，就是这个客户案正式提案的会议。到迄个时阵吼，这提案会议是真硬斗哦。啊，对啦，小等吼，你先煞送新兰做伙倒转。是，董事长。啊，无阮先来转。再见。董事长再见。
听讲哦，迄个张经理甲李新兰昨昏伫咧办公室规暝呢。真是的哦，啊，我是什么代志啊？嘿啊，就讲哦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什么代志都嘛做会出来。哎呦，好恶心哦！想要到迄个李秘书较少年就安尼哦。迄个查某遐尔啊无正经呐，我看哦一定有足侪歹出头的啦。就是咩？好啊啦好啊啦，紧转去做先哦，做袂了，暗时还阁留来加班呢。哎呀，咱也无亲像有一寡人哦，有人陪伫咧身躯边啊。什么意思？美德姐，这份客户书是董事长请我交予你的，麻烦你交予副总。哦，这就是恁辛苦闺蜜的成果。哎哟，敢着要加苦逼几分啊？较免到时阵胖去啊，又要阁辛苦加班呢。凡说哦，有人苦无，逐工拢好眠加班哦。有人陪总比无人爱较好。你是在讲什么啊？听无的哦，歹势我嘛无法度。咱走。你是咧嚣摆什么啊？做经理真了不起是无？经理啊，你讲到至今即接的这两个地主拢是变成那样？是啊，我已经透过当地的户籍事务所查过所有的地籍资料，真正地主哦姓邱啦，早就伫咧10年前移民去美国啊。至今这个少年人实在是袂容可及的。加在啦，我有叫你暗顿甲点下调，这下来无我实在唔知伊佫会变啥物空出来。其实哦，陈经理伊只是社会经验较无够啦，唔才会叫这两个变成那骗去。啊，加在啦，咱发现了早，董事长啊，你看咱是毋是应该把这代志讲互陈经理听，叫伊莫佫甲迄两个变成接触？先唔免，我想要看卖，这个高囡仔是毋是真是无爱听我的指示，在反背我？另外一方面啊，我嘛想要看卖，至今伊若真是这么糊涂、这么简单的去用骗，表示伊对代志的判断，这个代志的能力，确实是有真大的问题。我得爱重新来评估一下，我是毋是应该把公司的贷款拢交代互伊？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陪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陪他将你放。董事长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毋知通讲毋通讲，这你讲，无需要顾虑。我感觉陈经理甲咱公司的会计詹秀玲小姐，因的关系哦无啥共款。你的意思是讲，詹小姐是咱公司的会计，有真侪机会会当经手咱公司重要的应酬。虽然哦，这应酬拢是董事长你亲身咧保管，不过假使若有人存心不良，想要变空变顺，毋是无可能哦。照你安尼讲起来，就表示讲，至今有可能利用私人医师会计的方便，私底下来偷用公款咯。我是无安尼讲哦，我只是感觉吼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啦，小心无是本嘛，对无？代志既然发生啊，我陈志坚一定会负责到底。志坚，你是安怎拢袂了解？我爱的毋是你的负责，我爱的是你的真心。卓玲，你哪个伫咧厝诶？今日免上班哦？无啊，我是转来换一件衫，等下就要去公司啊。你咧？你哪转来啊？我昨暗甲俊华两个加班，替伊订做一份客户书，所以头家叫我较早转来休困。你甲俊华规暗拢咧加班哦？是啊，哎，
拢是伊无细腻啦，将客户数拍无去，害我甲伊加班加规暝，有够忝的。安怎？你无想要多骗伊啊？这段时间我想足多，其实我咧多骗的并毋是伊，我一直拢咧多骗我家己。要毋过仔细想想，一个人一直伫咧多骗，会当多骗偌久？与其将家己甲别人弄用甲遐痛苦，倒不如放开心胸，快乐的接受，安尼敢毋是对大家拢真好？那安尼，你安算要接受君华是无？我嘛毋知影呢，感情这种代志，还是互伊顺其自然较好啦。哪得自寻烦恼咧？安怎？你无赞成我安尼做？毋是啦，我是咧想，君华的坚持总算是有收获。你看，你毋就是互伊感动，甲连想法拢改变啊？所以吼，坚持爱一个人，果然是对的。其实这段时间，我真是足感谢俊华的，伊互我体会到，莫因为惊受到伤害，再去多骗。只有勇敢的付出，还有真实的去体会，才会当互生命更较完整。对啊，你讲得足好的呢。勇敢的付出，真实的体会，才会互生命更较完整。我明白啦，家己的幸福是要靠家己去争取的。假使无法度坚持家己所爱，我又阁有啥物资格希望对方回报？新兰，多谢你哦。我知影我家己爱安怎做啊。爸，你也刚到啊？刚到，我想你遮好命啊！我真透早去2个无共的客户遐开会转来啊。即摆才来上班，几点啊？你知影无？爸，是的啦，我知哦，我一早就规身躯臭酒味啦。煞毋知影你搁去啉酒啉规暝。你知影你妈妈为着要等你，规暝烦恼到拢袂困一无？啊，你连一个电话也毋知影通敲转来找报备一下哦。你妈妈遮尔疼，你互伊足伤心的，你知无？是的啦，爸，我知影。确定我去办公室，就打电话给妈。打听几个有兴趣要投资度假村的金主，马上要到啊啦！甲资料传得好势，向因做一个简报。好，我知影。还有，甲衫穿我好势啦，面洗洗啦，规工拢毋知影咧想啥货，几岁人啊，较会晓想咧啦。我才想要知影你心内咧想啥。你敢有将我当做你的后生看待？陈志坚，你到底是咧变啥梦？你看你做什么好代志？你讲啊，做什么好代志？你做什么好代志？老总啊，这早就来啊！安娜，阮庄家所在空气袂歹啦吼。你超工老创伫的哦。你看，咱约的是9点的，即摆几点啊？哟，副总还咧生气啊！咱若无想要甲我讲，我是要来做事啦。我讲啊，春兄，咱吼紧来进事办办的啦，啊我吼搁要赶转去台房呢。来，我已经请律师吼，
来，后面准备好啊！来，你看者，你看者。哎，副总诶，你慢慢安尼走我这款咧庄稼人无读册，哎呦，看无啦，看无啦。你讲的啦，总数的一声哦做定金啦，拢伫遮啦，一仙5年拢无减啦，有够生意啊吼！无读几年册袂要紧啦，啊，你的名应该会晓写啦吼。来来，后壁签者签者吼。下一张，下一张。安尼会使无？当然嘛会使，啊，不过你唔通袂记哦，3天后吼，咱爱去大叔遐办过户。阿川啊，阿川啊，你够有时间吼，伫遮开讲啊？咱厝阿文哦，为墙顶哦摔落来啊啦！啊？阿文伫厝顶摔我，有要紧无？我哪会知啦？已经吼送去病院去救啊啦，已经吼带我来看来啦。好啦好啦，我对你来，副总歹势啦，反正这款代志吼，我无时间好陪你开讲啊，吼。哎，你听我要创啥啦？只有你啦哈。多谢多谢。哎，你话算看卖啊对啊唔对？免啦免啦，我信任你啦。对啦对啦，有种代志哦，以后再讲啦吼。哎呀，我第3天后咱搁见面的，你到时再讲啦，吼吼，快点。唔通袂记啊！这块土地若买着哦，我是替罗姐建设立大功一件哦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你讲的迄块土地哦，我已经有去看过啊。阿姐，你感觉安怎？是毋是真适合摕来去度假村啊？无毋对，确实是真适合。不管哦，伊这个土地的大小啦，吼，还是讲地点，拢真适当的。我就相信哦，我会讲绝对袂唔对啦。啊，这既然哦介意迄块土地，安尼啦，我马上去甲地主吼讲看卖啊，好无？是讲，阿姐，有问题吼？迄个叫做阿川的地主啦，伊这个人吼看起来无啥正派。你若是去甲伊计接的时阵吼，都爱较细腻咧。我看迄个草包啊吼，只是要趁机会加卡油一挂啦。这种人我看济啊啦，啊交互我应付就好啊。那毋过吼，环球建设对迄块地吼嘛真有兴趣咧，而且嘛已经吼派人去咧计接啊。阿姐，做你放心啦，啊这个 case 吼由我亲身出马啦，我保证袂互环球建设的人吼将迄块土地甲抢去。哎，万项吼都爱较小心咧，啊，啊无你即摆就去办一件代志。好啊。喂，哦，用敢来讲这个电话啊，哎，接过来互我吼。喂，啊，我是罗清云呐，啊，杨宝琴，哎，我已经20几年无看到伊啊咧，啊，请问你是啊？喂，阿姐啊，是啥物代志啊？咱来突然间提起阿静的名，啊，这是啥卡的？我嘛唔知影，我拄要甲伊问尔，伊电话就挂掉啊咧。长生啊，这件代志吼，唔通黑白传出去哦。咱都要先等看，因到底是有啥物企图。我知啦，啊无，我先来去无闲吼。喂，崔相，杨小姐，无这人啊。哦，安那？你找啥？我够无礼貌，咁啊找迄杨小姐，甲讲无这人就切掉。哦，这么人吼。我看哦，是你这个老不休伫外口乱摘野花，人即马找来啊吼。你七早八早你起啥物笑？去煮饭啦，咱今晚放假，这无简单呢。啊，煮一顿青菜甲补一下。
我主动来对你看，我今日要大展身手哦，办一道外青草丸金华食。啊，搁今日菜心面哦，斗三工啦。材料加好。喂，我掉。喂，哎，都甲你讲，阮遮毋是姓杨啦。是不是迄个无礼貌迄个？啥？你要找杨宝琴？无，阮遮无这个人啦。你要找杨宝琴因囝？我甲你讲起来，无这个人也看唔到啦，无人讲做杨宝琴啊。要从敢会人找来啊？我哪会知啦？哎呀！爸，迄电话是毋是搁敲来要找杨茂琴的啊？对无？对吼？我就知影伊搁是迄个人啦。你敢知影？拄则恁出去了后，伊连续敲5、6通电话，你万呢？害我根本就无法度困嘛。可能电话线小拍。这种电话公司足侪经验，迄线拢乱接。投诉干嘛？妈妈头，投诉我。你去困去，要食饭我甲你叫啦。哦，你看，搁敲来啊啦。喂，起来接电话啦！喂，我讲你看唔到呀。啊，歹势，迄货吼随时甲你送过，歹势啊，谢谢，歹势。送回啦。无敲来啊吼，啊，这声我会当入来好好困一醒啊。也毋过吼，较准若是阮同事敲来，会去阿叫精神哦。好，妈妈甲压你啊。感谢妈妈。来。好，紧来困啦吼。哎对，妈，较准若搁敲来找迄个杨茂琴，你千万唔通对伊客气哦。妈妈会干咩？好，紧来去困啦。哎呦，下面咱厝内呢，知咱遮电话人吹来啊啦，咪紧来想办法。我咧想。啊，想到。你做啥？这个办法就是，看伊外头吹。搁落来你。我就知影你有问题啦，不管大家拢找无试看案，原来去互你藏起来哦。我无唱这，你莫后白讲话啦。讲无，去互我跳出来，佮讲无，无这是啥物？你讲啊！恁二家的大细声创啥啦？你无看到我甲董事长开会啊，一点规矩就无啦。副总，你大家拄啊好啦，顶面胖无去试看案，原来哦是去互李新兰藏起来啊啦。你看有空学无？李新兰，你要安怎解释？我唔知影，副总，这真是毋是我藏的？我看哦，伊一定是想要甲企划案摕去互磐石建设啦。你莫后白讲话好无？李新兰，叫我料到吼，你是来卧底的啦。行，跟我去见董事长。这件代志毋是我做的，我会去甲董事长交代。遮尔啊重要的客户案，伊也敢藏起来，我相信哦，伊一定是啥物企图的啦。就是啊，人赃俱获呢。按照公司的规矩哦，一定要该开除。心兰，这件代志到底是安怎啦？董事长，这客户案是安那会伫我遮，我家己嘛唔知影。我想一定是有人唬唔对去。有人唬唔对，你规日讲企划书有卡家己走去的啦，想要推卸责任哦，唔着讲一个较有理的理由。阿姐啊，你这届吼，袂使搁暗糊伊啊，一定要严格处分。啊，若无处分吼，对公司的员工是要安怎交代？董事长，我就做，我真是无做对不起你的代志。别看就看我。想要再相逢，想要再相逢，怀念着彼段心痛的恋情。咱真心对待，不应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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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个样讲，予你知，阮对你深深的爱，所有的阻碍，所有的阻碍，挡袂着夜夜梦甜蜜的恋情。重新再来，搁一摆，搁一摆，搁一摆，搁。
伊。